实甲我讲，你是毋是欠人娇小？阿多，去讲啦！阿母，伊是来找我的啦。算啦，无要紧啦，甲阿母讲老实话啦。算啦，咱无应该隐瞒阿母。阿母，以前我伫下港做生理的时阵，甲遐个股东有一点仔长底啦，啊因找迄乌道的吼要来对付我。阿祖今日看迄两个吼，就是遐个股东找来的啦。啊，你连去报警啦！报警哪有路用啦？就算讲甲因两个抓起来啦，因后壁兄弟嘛阁一拖拉骨咧啊，到时阁较歹收拾啊。敢无其他办法吼？啊，会味就罔味啊，毋要安怎？啊，嫂啊，最近阮无法度去店做生意，才拜托你啦。啊，搁有，因若等下问讲山茶倒喺倒，才拜托你毋通甲因讲啦。你安尼味吼嘛毋是办法啦，这件代志吼，上好大家当面咧讲无清楚。啊，你若无方便出面吼，我替恁去讲啦，吼。免啦，因若找无吼，家己就会煞啦。加载，我加载。煞啦，啊，我遐就过关啊，你是搁咧烦恼啥啦？我讲落的代志，无遐尔简单就煞啦。煞啦，我实在有够无路用的。我是你的翁，所以无法度保护你，互你平安过日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拖累着你。乌甲路四个拢有兄弟，早晚拢会找着我。等囡仔出世了后，我要倒来找伊，啥？求伊带念着讲我甲伊过去的情分，放过你甲囡仔。若无，就算讲是牺牲我的性命，我嘛袂当互伊伤害到你甲囡仔。袂使啦，袂使囡仔生了无老母，我嘛袂使无你，你袂使安尼做。那我是安怎？不管啦，我甲囡仔拢袂使无你啦。这件代志我会处理。啊，毋过，好啊，莫搁讲啊啦。这几工无人顾店啦，啊水果拢咸要烂去啊，啊无食阁真可惜啦。哦，多谢吼。阿三啊，啊，车修理好啊呢，快开车。哈哈哈！咱邮局费用行要中出江河了，哈哈哈！紧的啦，来开车啦。哎，小等下，本山林早就算着讲哦，咱今仔车会修理好啦，所以阿添啊哦，拜托咱今仔替伊找车哦，我嘛答应伊啊。哎，我即马敲电话阿添啊，讲咱马上出车啦哈。袂用的啦。啊？你敲电话吼，甲伊讲歹势啦，啊？囝袂当出车啦。哎呦，头家娘，咱头一抓呢，安尼敢好啦？安尼哦，互人误会讲哦，咱无信用啦。啊，我对宽仁嘛要有信用啊。我答应宽仁吼，迄车若修理好，啊头一抓吼，就要载去佚佗啦。哎呦，咱休遮久哦，啊头一抓做生意，哎呦，你哦连工甲带宽仁去佚佗就好啊啦吼。啊，连工我今日袂赴啦。啥？啊啥物袂赴啊？无啦，啊我是讲吼，迄宽仁吼要下课，我去接伊啦。我若无去接伊吼，今日袂赴啦。宽仁，妈妈车被转来啊！是啊，你看，妈妈买回来呢，妈妈带你去遐里掠伊啊。哪边？是啊，妈妈答应你啊，讲要带你去溪仔边，啊，你煞袂去的。好啊好啊！好，行。
我真希望以后逐天拢会当看到宽仁这么快乐。啊，不过我的日子恐行的无济啊，不知影会当陪伊偌久。我平安的就倒落去，伊遐尼希望看到我将车行做起来，我一定要做互伊看，以后将车行留互伊。我一定要拼，比当互宽仁失望。恁是拢走倒一方面的会？啊，就走迄个果菜市场啦，啊，搁鱼市啊啦。哦，啊那遐个所在吼，我想解释。以后你若有啥物问题，不管是用你来找我。哦，等阿下。伯啊，嘿，透早起来运动呢啦。哎啦，啊我都拢食饱，用用罔运动啦。因若恁住遐吼，透早就爱出车，甲赚钱较辛苦啦吼。袂啦，走车哪会辛苦啦？我甲你讲哦。规工伫遐切水果哦，伫遐拍果汁哦，吼，迄查某人的又工哦，迄够辛苦啦。阿文伯啊，阮时间袂赴啊，无阮先来走。好，哎，好，那来，啊较设计的哈。好，等下哦。啊，稍等一下。哎，阿文伯啊，什么代志？春秀啊，啊你今仔日头一工走车吼，后壁也无啥物物件通送。来。这个吼，互你夹点车顶，通我保平安啦。无咯，唔通啦，你会使修理物件啦。哎呦，到这也毋是啥物贵重的物件，啊是互你保平安的，那你若攞客气，摕去啦。好啦，文伯啊，多谢你呢。会记你夹点车顶，行车安全呢。好，我随干。好，三嘛，夹在车顶，无阮来走哦。好，一路平安啦哈。好。三嘛，你做好啦。今日哦，还是你哪赶快。哦，头家娘啊，我一坐起来哦，我就感觉哦，规身躯哦去灌着风板款哦，金光闪闪滚哦，气势十足哦。是啊。你想要做啊？这个规矩恁敢拢唔知？啊是啥物规矩啊？恁两个毋捌看过，敢是新来的吼？好啦，第一届做一下朋友的，见面3分钟，算恁3000就好啊。啊你是在讲啥物啊？什么3000啊？这兄弟啊，要来打日头的。你甲咱退钱哦？看是要摕现啊，还是要摕2箱鱼仔来赌，拢会使的啦。我住来遮还袂趁着钱啊啦！这鱼仔货吼是别人订的，阮来送去别人，这嘛无可能互恁啊！你这个查某人，一点仔规矩你都唔捌，要讲走车做生意啊？恁搁敢讲，我是一个查某人呢，我着靠我家己双手拍拼。恁两个少年仔啦，好骹好手，要食唔讨趁，走来甲我拗慢。你摕人的艰苦钱，你敢袂知影见笑？你是讲啥笑话啊？会咧想啊？安怎你啦？你想要对查某人欺压人手呢啦？你先下车啊！钱唔交过来，查甫拢同款啦，我照拍啦。敢不？你有看来无？大头家娘，你钱是要摕出来无哈？你就是甲我拍吼，我嘛无钱通互你啦。你真硬哦！看你真正是欠修理哦。佮唔摕出来，我就无客气啊！恁拍！你在冲啥？哈！刚开始咧，对，伊无交钱，佮要叫阮甲回去咧。你怎么骚啊你？快，快快！刚开始咧，是咧啦，真歹势，阮这2个细汉人毋捌代志，
请你莫客气。我叫车章啊，啊，唔知影两位安怎称呼吼？阮头家娘哦，是顶港有名声啦，下港有出名的啦，伊叫做秀哥啊啦，我叫做阿三哥啊啦。哦，秀哥啊，阿三哥，啊无来我遐皇帝啦。唔免啦，阮吼佮要赶去送货啦。安尼哦，啊无另抓来遮的时阵再来找我啦。啊有啥问题嘛会使找我，我一定替恁解决啦。哦，好，多谢哦。阮会使走袂？当会当。好，多谢哦。三秒，你赶紧来搬货。哦，对，来替你倒搬，来，谢。大个啊，安那安尼？啊，毋是你家己叫阮两个来遮打犁头的，你目睭脱空哦？你无看伊车顶挂的什么物件？你个空哩！嘿，头家娘啊，想袂到哦，你的名声哦，秀哥啊，哦，已经透过这边来安尼，啊无这边的兄弟哦，哪会对你遮客气啦？哪有可能啊？若无因，哪会放咱走呢？其实车商吼较有同情心，伊看我是查某人，所以吼对我较客气。头家娘，迄头前迄槟榔大小停者啊，我要去变数啦。啊？变数啦。哦，谢谢，我查钱啊你。哎，下来你来啥？哎，要去西安，头铁位。要去西安呀，再来要去西安，头铁位。要去西安，还有。老哥，我大发大做遮凶啊！哎，对啦，你有要紧无啦？哈？要去西南啊，头提钱啦！哎呀！我巴肚疼个。较紧来，送去病院啦，较紧来啦！送病院哦？系啊，我跟你讲，咱送货时间袂有啊啦。不要紧来，先送去病院啦，较紧来啦，起来啦！哎呦，工作来。起来！喂，阿全有伫个无啦？啥？找无伊哦？无你看到阿全哦，叫伊赶紧来病院啦，好啦。找无阿全啦，可能走去出车去啊。是安怎啦？谢谢平安驾校。阮啦，医生，是安怎？即摆回流袂停，我赶紧赶手术，恁先去当家休息好无？好。小姐，我赶手术啦，这参加了。煞，手术办好，咱赶紧来走哈。什么？走去倒啦？哎呦，咱送货啊，头一摆出车袂使有啥物顶打啦，无人会讲咱无信用啦。袂用的啦，迄阿泉啊还袂来，咱会当放蛇出人伫遮啦。咱来等伊从囡仔平安生出来，咱毋才会当走。货拢送到啊！又上来啊！头家啊，阮咧货吼，你嘛小来甲阮点一下。点？是要叫我点油做记号哟？我甲你讲吼，以后我遮的货吼，免上过要送啊，透早要滴的货吼。我甲你讲，这么什么时阵啊？恁讲啊？歹势啦，阮伫迄路的吼，拄着真要紧的代志，所以毋才会去耽误着。哦，拄着真要紧的代志哦。吼，我比人生囝哦，倒头栽吼，我较紧啊，知无？头个，恁哪会知啦？阮就是吼伫路的吼，拄着阮朋友的某啦，生囝倒头栽哦，阮就赶紧来送去病院哦。等伊囡仔吼平安出世了后，阮才来啊。毋爱送货，才会耽误着啦。
有影哦。嘿啊嘿啊，哦，恁真有爱心啊！嘿，恁真教啦，吼！无啦无啦，看恁两个搬去，吼，换个是像真诶啦。真这套，我无相信。头呀，正经的啦，这个因老搁早散了，啊，即马搁伫保温箱内底哦，因老爸我即马搁还未联络着呢，紧嘞。这是因兜的代志啦，吼，莫甲我讲啦。遐鱼啊，迄鱼啊，鱼啊都后去啊啦，这个过头你知无？摕转去豆豆食啦。啊，这尔啊济鱼，哪会食了咧啊？食袂了，食袂了唔知啊。啊。好食好食。妈，你上爱啉吼姜丝鱼汤，我甲你较一碗。免啦，什么姜丝鱼汤啦、煎鱼啦、煎鱼啦、红烧鱼啦、豆瓣鱼啦，规桌顶全是鱼，冰箱灶骹拢是鱼，后尾晒个嘛是鱼，规间厝拢是鱼，我看了食袂落啦。我叫小姐吼，甲丽莎出来斗食吼。免啦，因拢出去啊啦。啊，你嘛知影，查某人有心哦，闻到这臭臭也要惊死。你看你载规车的迄个鱼转来。妈，是的啦。我早就甲你讲过，查某人唔好去走车啦。你若唔听话，钱趁无啦，啊，规车的鱼带转来，我要臭臭死，规间咧臭毛，我唔知还阁去买一寡香水来嗅。哈，真是啊，我唔知要甲你讲才会听呢。金叔也免生气啦，食鱼啦，啊鱼介补呢，啊佫会使降血压呢吼。啊，不爱啦，讲遐尼济，你再家己食啦。啊，叔啊，啊，这济鱼咱是要食到民国几年啦？慢慢食，慢慢食。啊，这不能开始。秀哥，阿三啊，歹势啦，歹势。多好，来，这回食暗顿啦，来。嘿，这样。七哥啊，你是我某囝的救命恩人，我今日是专工来甲你说多谢啦，多谢。唔免啦，无咯，这你一定要甲收起来啦。免客气啦。啊，这毋是客气啊，这是种礼数啊，你若无我收起来，你就看我抓无去啦。是不是收起来啦？对啦，收起来。既然你咧讲啊，啊，多谢。来，坐咧食饭啦。这。哇，那规桌拢鱼啦，吼。哎呦，冠霖啊，你搁计较转话呢？尽量食咯，食通嘿啊，食要惊哦，啊食袂了，搁会使包转去哦。哎呀，这，报时啊，我家听哦，上爱食鱼啦。尽量食。对啦，秀哥啊，我有一件代志哦，一定要甲你讲的。啊是啥物代志？啊，就迄个金老板哦，一直要找你呢。金老板。啊，就电子公司迄个大头家啊。我想着啊，就顶个迄电子零件无去的迄个头家啦，啊，咱搁第一个查啦好无？啊，伊该是知迄个啦。你找我啥物代志是？伊听讲你搁出来走车，足欢喜的啊！四个探车走找你呢，我看哦，一定有大摊要互你啊。对。拄少哦，拄少啥物件代志？小客问姐，聊聊呢？唔免啦。歹势啊，搁互你请。没客气啊，老表见面我就足欢喜啊。对啊，头家啊，看咧吼，你公司安尼愈做愈大呢。全凭你来福气啊！顶回你帮我掠了迄个贼啊，讨回迄批电脑零件，我减少真大的损失。今仔日嘛，少地面。人讲食果子拜树头，食米拜地头，所以我今仔一直来找你呢。啊，金老板真有心的吼，阮一定吼会尽心尽力吼，啊，甲货吼送较好势啦。我还有代志要处理，一切都拜托你哦。多谢吼，无用啊。三啊，迄金老板吼做人阁好，阁诚恳，啊，阁会拍拼，无怪迄公司哦，安尼愈做愈大啦。哎呦，伊会找咱来做这份工作哦，这是讲哦，表示哦，伊敖用人啦。快点，咱来搬回啦。头家你较紧来啊！
陪来收花期，青春人如何情意，双人长美甜。妹妹我是真真意，不敢讲出嘴。春天樱花正当时。双人来到阳明山边，